隆重介紹，佢呢一條裙係集合咗少少 lace，然後又好 sheer， 然後好 layers 嘅感覺。佢有別於平時嗰隻好睡衣嗰隻 feel 嘅。咁你睇下佢個 materials 咧，佢有少少紗嘅感覺啦。然之後最正嘅係兩邊做咗不規則，基本上係成條裙你見到佢 wavy 係好好睇一個 cutting。但係佢上身呢度咧就會襯翻少少 boxy 嘅感覺啦，中和翻佢呢個好女人味嘅 feel。咁佢有女人味得嚟啦，又好 sporty 嘅。其實咧，如果你唔爛 belt 都 OK， 好好睇。只不過因為我個人冇腰型啦，大家可以參考下。咁樣襯咧都好靚，佢入面襯 T 恤都好 OK， 同埋佢包容性好高。如果你想做一條 one piece 去着咧，你可以 on top 咗喺你所有嘅吊帶 one piece 嘅上面咧，或者入面襯翻條半截裙咧，都會好好睇。睇見啲 lace 勁靚，個質感唔差，佢全部都唔會話好古怪嗰隻。鬆開咗嘅效果就係咁啦，其實都好隨性好睇。跟住面襯短褲都靚呢個，推薦。